不管这次大陆的空飘气球是什么用途，气球战未来必然会成为解放军一个有效的战术。据台湾防务部门3月7号上午的表示，自6日上午6时到7日上午6时的24个小时之内，共侦获5架次解放军军机、6艘次军舰在台海行动，更有11颗空飘气球接近，穿越了台岛北部空域，高度在17000到24000英尺不等。台湾防务部门还发布了大陆气球飞经台岛北部的路径图。台湾防务部门没有说明这11颗气球究竟是气象气球呢，还是军用侦察气球。在此之前的2月27号，据台湾联合报曾经报道过，那个时候台湾空军远程雷达监控发现，位于福建省的解放军72集团军远程火箭旅陆续对台湾北部至中部释放过高空气球，高度是9000到10000英尺。台湾空军陆续在基隆、桃园和新竹上空侦获。当时台湾防务部门的发言人史顺文称，台空军对上述动向均有所掌握，分析应为气象科研使用。虽然台湾防务部门对这次大陆释放的气球性质缄默不语，但台媒则惊呼这是大陆在放怪招。这些气球可不是60、70年代撒传单时候的气球，而是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空中平台。当然，现代大型的空飘气球如果用于侦察、监视等军事用途，可以在气球上面吊装的平台上装载下视雷达、电子或光学传感器等设备，进行大面积、广视角、高分辨率的雷达、电子、红外和光学侦察活动。如果装载有中继通信设备，也可以发挥通缉中继、引导打击的功能。如果暂时在台岛重大军事目标附近播撒大量微型的射频传感器，可为多域火力精确打击提供定位服务。如果真的如台媒所指，11枚气球交叉纵横地进入了台岛中北部进行某种军事任务的测试，或许未来将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军事行动模式。可是要接落这个空飘气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你看F-16的最高升限是16000米，阿姆拉姆120空空导弹的最大作战高度呢是20000米。当气球高度超过20000米的时候台湾空军的空空导弹将无能为力。而爱国者导弹的射高虽然没有问题，但作战半径通常只有50公里，主要用于要地附近的防空。更要命的是，它的代价太大了，难以反复使用。假如有多批次的空飘气球出现，其中还有铀再加上大量无人机配合使用的话，台军的地空导弹根本就不够用的。不管这次大陆的空飘气球是什么用途，气球战未来必然会成为解放军一个有效的战术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，下一期再见。